美对顶关税签署完成15趴的关税232条款上犹太国，南非地比是免关税，不过开放比国旧的假肉和白来进口。美国轿车来到台湾会降到免关税促销进口的数量，这德国车免如大成功有5种车型被降，也那特斯拉目前是无拍算。明仔开始过年休高工气象署讲，北部、东半部天气变化大，头尾温暖中是10度冷，也那下晡也出现回响的征兆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经过10个月，台美关税谈判总算签订台美对顶贸易协定，这台湾成功争取到对顶关税15趴，另外别个再抬起哩。而且这是232条款呢，也是上犹太国。另外呢，咱有2000多项的产品卖到美国去是免扣关税的。那咱的政府是表示讲，未去美国的边境关税会降到12.33%。总统赖清德就表示，当美国的联邦公布看起了后就会生效，行政院也把这贸易协定加 MOU 送到国会审议，望朝野做回来支持。去年4月2号以来，忐忑不安的心情。 这块石头应该都已经落下。经过10个月磋商谈判，农历年前最后一个上班日，台美正式签订对顶贸易协定 ART， 完成最后一日咯。其中嘛确立美国对台的对顶关税15%无国他，加232关税最优惠待遇。同时争取到咱国2072项输往美国的产品豁免对顶关税，占台湾输往美国对顶产品总金额3成6。261项农产品以及1811项工业产品。 总计2072项苏美产品豁免对等关税，让苏美平均关税从35.78%降到12.33%。 对应美国予咱优惠关税，佮为了降低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台湾往那调降美国产品进口关税，伫确保粮食安全甲军工论成的原则，包括调美加肉27项主要农产品无调降进口关税，维持原税率。 嘛，争取15项猪肉产品进口关税第3年调降到1半，伊个主要会甲加拿大单一产品竞争。31项农产品采特定税率模式，像讲鸭肉、鸭肉的税率调降到10%。伫工业产品的部分，确保中小货车、机械零件等20项，关系咱国机电维护能力的品项调降到特定税率，保健食品是调降到10%，互消费者有多元选择。总统府将成立国家经济战略指导小组。 由本人担任召集人，结合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领导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赖总统嘛讲，会甲行政院长倒用台持续听产业的需求，即届带队谈判的电力军工谈判过程，美方捌希望协议送到咱国立法院审议通过了后，降税才生效。不过咱方尽力争取，再改用上紧的管道。美方已经同意会以最快的时间循其国内行政程序。 在联邦公报载明之后，就让降税生效。已经有韩国的前车之鉴嘛，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多拖延，进入立法院，尽速审议，尽速通过。对于在野这个谈判黑箱，总统表示一切拢公开透明，而且适时有甲社会报告。行政院原来依照条约缔结法相关规定，赶紧甲对顶贸易协定，也甲台美投资 MOU 函请立法院审议，呼吁国会各政党共同支持通过。记者采访报道。 这对顶关税签署了后，这美国轿车来到台湾的降到免关税促销进口数量限制，冲击到台湾的消费市场。经济部长龚明鑫就表示讲，连日本的、韩国伊拢收袂掉啊。苹果讲这影响的产值大约是40亿，会拍拼来缩小这块影响。咱交通部是讲呢，未来美国进口车厂就要符合美国的 FMVSS 标准。咱讲到这美国这个进口车已经免关税啊，介绍敢会落咧。即马这德国车呢，免入就大声讲啊，讲因有5种车型拍算要来调降。特斯拉表示讲，目前是无规划。 台美签署对顶贸易协定，美规小客车降到零关税，取消进口数量限制，特别伫台湾上路，可能改变台湾消费市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影响产值差不多40亿，会用30亿来协助产业，卖保留中小货车维持一定的关税，确保军工韧性。交通部表示，未来美规车进口由车厂确认符合美国 FMVSS 标准，检附符合性证明文件，经审验天数确认，同时也会建立后市场检
检验机制。美国要求小客车可以出口零关税，不是只是针对台湾，事实上连日本跟韩国都没有办法守住，所以这他一定会要求。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抽样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有特别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要求去召回改正。消费者乐观看待美规进口车有希望降价带动买气。台湾免如表示有5款车型会调降，入日车嘛指出会持续评估导入其他美制进口车。不过电动车特斯拉无亲像外界预测，业者表示目前无降价计划。本来有预算要换车的客人，他现在的欲望就更高了。对，然后成交量的话，我认为成交多少至少2、3成以上啊。根据经济部资料统计，台湾去年车市销量41.4万台，国产车占比51.3%，进口车48.7%，其中美国进口车占6%，国产车卖80至101万，加主要的美制进口车105万以上比起来，有继续保养的优势。专家分析，短期内消费市场未有真大的变动，不过若是美制较俗的车入来，都可能影响消费者买车意愿。进口车现在很多车价已经压到100万出头，120万、130万的，就是说对国产车有没有很影响？非常非常大，会发生，但不是立即性，没那么快，可能要3、5年的一些这个递延效应。台湾的国产车的价格是否要降？那当然一定要降，因为如果政府严格的要求你。一味的做人家的代工厂，而没有办法要求技术移转的话，那我们永远不会进步。国产车要甲危机变转机，除了政府要开30亿协助国内汽车产业转型，刘金川认为业者必须提升家己的实力，有竞争力才会当销去国际。记者采访报道。特别过年啊，明仔载开始呢，就是连续9天的过年假期。气象署预报指出，讲北部、东半部天气变化较大，头甲尾是较温暖的，也那中是湿过冷的天气。今下晡开始呢，这高天代替就出现回响真潮。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讲明仔载呢，这桃园机场被挑战16.7万人次的运量，可能是疫情前后的历史高峰。我伫过年假期正式开始前一天，港线是一家人坐高铁登记假期过年，一共抢这3张车票，1点嘛也不轻松。1个小时才抢到，但是半个小时后才连得上。对，我觉得他们的伺服器是不是要更新或加强一下？下晡提早回乡的人更较多，总统赖清德也到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视察春节的疏运。高铁董事长苏铁甲代替董事长陈公万拢讲，运量上最是初3这天。在台北到台中之间的这个直辖车，我们在疏运期间特别加班，那么运能比平日呢增加了9.8%。我们希望尽量能够自由做，能够均化。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开始也跟 Line Today 合作，能够在 Line 上面随时就现在拿起手机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每一站每一个分时都可以预估出这个自由座的等候时间。国道方面，高公局讲，日时整体路况正常，有500达到108万车公里。过年期间，路南的车流上最伫初1到初3，上北车流集中伫初3到初5，初3将是南北双向交通车流上最一天。西部国道南向尖峰日，初1到初3的时候，建议大家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另外针对北向尖峰日，也就是初3到初5的部分，建议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而中部地区建议中午12点前出发。天气方面，出大日头，天气真好。气象署讲，拜5开始到过年前一天，各地回暖。下礼拜一过年到初2，受东北季风影响，转湿冷。中南部是多云好天的稳定天气。初3开始，冷空气减弱，全台湾会过变水且温暖的天气。初6这段时间，刚刚提到比较后期的天气，水汽会稍微增多一点点。北东可能会转为有些下雨的情况发生的。过年假期，北部东半部是前后温暖，中较湿凉的这情形，也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甲南北温差。也若前后段回暖期间，中部以北甲金门、马祖较有云较低，也是大部的情形，影响这能见度，要注意行车安全甲航班的出行。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正在备战3月世界经典赛，咱的台湾队这2天呢，伫咧大比乌棒球场和台更乡鹰队举办2场的练习赛，吸引真侪球迷来这看因比赛。主要是台湾队以3-2拍败对手。总教练詹和区表示讲，一寡球员佫需要时间来适应比赛节奏，透过练习赛来检视球员比赛状况。伫棒球场，台湾队球员进行打击练习，为了让台湾队习惯实践的场合气氛，台湾队甲台更雄鹰13、14 2天举行2场的练习赛。这摆世界棒球经典赛采用即阵大联盟的规则，有真侪限制来加紧比赛的停输。总教练詹和区也希望借由练习赛，让球员提早来进行适应。投手上面的一个投球时钟的一个适应的一个节奏。那当然，打者就是我们要去看他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是否强度是有拉到我们可以预期的一个程度这样子。台湾队一分到即阵，这是头一场实践的练习赛，投手需要适应投手时钟的限制，打者嘛有规范。总教练预期这2天会出现袂少违规的情形，会跟平常的调整方向比较不一样，而且。如果是超时的话，就多一个坏球，对投手其实是蛮不利的。这样，教练就有提醒，今天在第1场比赛，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进行比赛。所以第1场比赛，我觉得一定会相当的陌生。对着赛制调整，强调技术层要调整的所在，希望伫经典赛开始之前，加状况调整到上好。因若头一场练习赛由第5来先发，第2场陈杰宪拍第3棒，尾啊台湾队以3-2拍退台更。由这2天的比赛开放免费入场，有过超过18000人次入场来看球赛。想要穿这件衣服来，因为这届代表挺台湾，为他们加油。我们没有要看明天，但我们会去日本到场加油。这摆30人名单内底，也袂少女篮球员也伫咧母队来训练，无参加实践。队长陈杰宪讲，球员这要加入，就会使感受到大家热情，调适期袂有伤大问题，因为大家拢是相款的目标，要替国家来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这民众党立委李正秀的争议，伊本人下晡开记者会，提出证明，讲伊是民国88年就注销中国乌南的户籍，佮再强调讲伊有授权予陆委会替伊去办放弃中国籍。不过呢，这李正秀所提出来证明文件，和其他中国配偶放弃证明生出是无共款。那陆委会是表示讲袂代替任何人去办相关的听书，也强调李正秀伫咧2023年底获提名时阵，确实是有2国的相同户籍，无符合两华人民关系条例参选资格规定。陆配不是外人，陆配是台湾人的给熬，陆配是台湾之子的妈妈。我们是台湾的一份子，我爱台湾，我爱中华民国。讲到真激动，喉甜流目屎，民众党无分区立委李正秀13点开记者会，亲像火线，说明民国82年，伊因为结婚来台湾，民国88年依法得到中华民国身份证，也加设立户籍，同时完成中国乌南户籍的注销。去年申请的是证明文件，毋是去年才办理渎籍。佮强调会授权陆委会代替办理放弃中国国籍。去年我申请的是证明文件，并不是去年才办理除籍，这2件事差非常多。现在征秀要公开授权陆委会，全权代为办理行政院要求的陆配放弃国籍事宜。我们陆委会不会带任何人去办理相关的程序。另外，加讲李正秀伫2023年底，互民众党提名的时阵有相同户籍，无符合两华人民关系条例参选资格规定，而且李正秀提出来的资料，甲其他中配取消户籍证明文书无共款。我们没有看过说是可以把注销年限一次证明到20几年前的，我们只能够认定说他是2025年3月。有去做注销的动作，往前追溯的这20几年，我们是比较难以采信。你都让他程序走，那现在突然说不行，其实大家很清楚嘛。如果有本事的话，赖清德就直接出来讲，陆配
是外国人。郭文铁讲，政府会当公布法律，不过爱互百姓有法度遵守法律，应该爱将作业程序明列公布流程图。另外，结果讲，两化人民关系条例一直到2004年才要求单一户籍制度，伫在进前无任何中配去做注销身份，当时无法律要求，嘛无任何机关伫受理。记者采访报道。毋是逐项代志拢 SOP， 毋过水资源的调度为 SOP。咱台湾这个大水期啊，这南投一挂潭的水位最近是落3公尺。闸门水库集水区呢，今年1月拢无落雨。也那这水利署已经透过连通工程进行调度，会有讲这水情虽然稳定，毋过民众也是爱欠啊用。水面显出一大片的蓝图，代表水情的水价已经显出落只。游客来到这个大水期的日月潭，感觉有点失望。就是水位有退掉了，所以沿路的风景看起来就是少了一个那个特别的风味这样子。日月潭水位由台电公司台管发电厂协助调控，受到最近落雨较少、甲下游农业灌水的影响，水位已经下降大约3公尺，来到745公尺，所以水社算讲伊接销调布4大公有码头的引桥斜度增加，日管处进行应变做法，全面加增风出调。水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上游的浊水溪引入日月潭的自然流量比较少，而积极然而言，下游因为春耕还有下游的用水量较大。所以日月潭的水位稍微降低了2.8公尺，已经启动第1阶段的应变作为。那主要是在各公有码头的左侧引桥设置了止滑设施，那并且请现场的保全来引导游客，来维护游客的安全。另外，根据水利署统计，南部闸门水库集水区入来1月累积的平均落雨量是39毫米，今年却是0。加在今年连通港的工程计划已经完工启用，应该乌山头甲南化水库联合调度。并没有达到我们必须要启动任何的应变作业，但是节水的调度、节水的作业，是必须要进行的。所以我们最近都会召开水情的会议，而且也会适时的来调整灯号，来达成节约用水的目标。水利署讲，虽然即阵整体水情依然比往年稳定，不过标列明到李鱼潭、嘉义林鱼潭、南潭这水库抽水量大约是44到59%。水情会议甲调度作业拢继续进行，呼吁民众也是爱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这花莲玉里真出名的臭豆腐店来到台北开分店，却因为伤过臭啊，厝边头尾是无法度接受。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讲，违反空污法，去年已经甲业者罚58万元，今年且要求业者爱调整设备，按算旧历过年了后会来完成。若阵搁再有民众来申请，因会赶快去检测。工作人员甲技师设立准备清理作业。花莲真出名的臭豆腐来台北开店，伫咧捷运剑南路站附近。不过气味是有够重的，互厝边隔壁拢挡袂掉。有人搁招离家甲头门挽了了。对面美丽华里面都有味道，人家臭豆腐有的也没有臭的那样子啊，对对。捷运站那边就会有，你看走过红绿灯过来的时候就会有。对啊，蛮重的，蛮臭的这样。还未到营业的时间，嘛闻会到味。过路人甲鼻仔甲喙暗条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去年以违反空污法，甲业者罚58.5万。今年初要求业者调整设备保养频率，对方表示会改变排放的位置，加装活性炭，甲味用好较轻的设施，预计会伫咧过年了后都会装煞。对，还没有卖有味道。可是我听老板有讲说，他们有一直改良，也是有用心的。业者也有提到说，他们在排风管的一个位置，他会再做个调整，然后在末端他会再加装活性炭的部分来做除味。那预计是在年后会，这个月底会完成。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若是煞尾定情要是足济，就会启动异味污染物关联测定，用清气的空气甲建本黏的，再搁请6个好鼻屎的判定员，一个一个鼻看敢有味，再搁以异味污染物浓度表示测验值是实验室用公式来运算，主体、商业区等等工商抢手的异味指数测验值标准是10这个数值。所以如果超过10的话，我们就会换算，因为有一个裁罚的一个基准，那就会依照这个裁罚基准，裁处的额度是10万到2000万。
其实唔那臭豆腐的味会互厝边豆。像讲台北市真出名的甜裤仔芳店，过去台北红豆讲做甜裤仔芳是有够芳的，芳甲冻袂掉，后来互人罚10万块。另外，台北市有一间60档的中药行，过去嘛捌互厝边检举讲，伊咧煮枇杷果的味是伤过高啊，环保局嘛罚1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科技大学的校门口，昨有一个台中市水利局外包厂商，因为食酒塞车，先去弄到人行道的挖角，再去弄到学校一个细料职员，两个人拢着伤送病院，驾驶也互移送地检署侦办。这当地里长是烦恼讲，这人行道施工现场拢无采过是牌啊，就变甲真危险啊！一只双行车驶到路口，先弄到人行道，规只车喷出去，搁来弄到学校门口的行人，连人挂车冲入去，国立台中科技大学。这件惊人的车祸发生伫12透早7点半左右，着伤的27岁姓廖行人，就是台中科大进修部课务组的职员。警卫人员的话，立即的过来这边协助。那我们校内的同仁里面，又赶快过来看了解同仁的一个情形，并同时的赶快叫救护车过来。转来到案发现场，这是北区三民路甲药材街口，加在是休馆期间无其他学生。当地里长批评市府开8,000万伫当地进行人行道混快工程，人行道挖咧甲向外延伸到车路顶面，边仔是要规划机车架，但是工程期间无做好警示，事发了后才赶紧设5支防弄的管影，增加4个塑胶笋要来弥补。我说晚上你可能就不是很清楚了，因为一波闪灯嘛，它如果有闪灯的话，晚上。它那个地方你看就知道了，它的一给造出来，它多了一个像驻车弯这样子的高低落差，大概十几公分吧。那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啦。警方强调，车祸造成伤我车的驾驶52岁姓郭男性情形受伤，行人姓廖的男性脚甲手各有前额、后脑有真侪所在刺伤，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姓郭男性是台中市水利局委外厂商，酒测带是0.43毫克，会按照公共危险罪上班。双方受伤均送医救治，所幸无生命危险。警方到场依法实施酒测，驾驶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介护就医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表示，甲路口的人行道向外延伸是为着缩短行人行过路口的时间。现场的事故是食酒塞车的车祸，属于违规驾驶的肇事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家己看到一台旧车，规台车是旧旧臭，而且佫用这保鲜膜甲规台车的车壳包起来，塞伫咧车路顶头。这画面传到网络顶头，引起众人议论。监理所表示讲，若阵车身损害甲真严重，应该爱去修理，避免塞到车路造成危险。保鲜膜，保鲜膜，他用胶带保鲜膜，对。这样厉害了吧？驶伫车路的轿车，车身已经变形，后壁玻璃破碎的所在，佮用帘布甲保鲜膜甲包起来，看起来是真危险。伫家己市区经过这台车的民众，甲画面翕落来放伫网络，大家拢感觉安尼的车实在无适合继续来驶。这种车在路上行驶没看过，可是确实很危险。怎么说？你看起来感觉很危险啊，驾驶也很危险啊。那路没有办法看到后面啊，后面的人也蛮危险的。咱嘛危险，安尼也敢搁驶哦。嘉义市警方表示，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0条，汽车的引擎底盘也是车门有坏去，且无修理，煞继续伫车路来驶，会来罚车主1800块到3600块以外，搁会扣牌照落来，要等到车修理好势、检验过了后，才会搁行转来。这个我们来看这台车后面已经都破损了，而且车门已经有变形了。那显然这台车在行驶上有安全的疑虑。那这台车我们应该需要实施召回做临时检验。嘉义区监理所指出，就画面看来，车体歹去的所在只是用帘布甲保鲜膜固定，所以车身也是有可能会随时坏去。建议车主也是爱先修理，唔通阁继续驶。这种车驶上路，唔若违法，嘛较会造成事故，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中国解放军伫咧过年进前，过来了乱台湾啊！这国防部表示讲，中共军机42架、军舰11架，用这三面派方式围台湾。另外，美国呢有37位下党派机关致函予立法院长韩国瑜、国民党主席邓丽文，也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有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讲因是真关心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黄国昌就表示讲，这民众党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比行政院版本的更加好。台湾没有时间等。台湾要强化国防实力，但是知影是第10摆党国防特别条例，总统赖清德亲上火线，呼吁朝野支持。美方嘛注意到那边有可能敢若会通过部分的特别预算，表达严正关切。美国37个下党派议员写配合立法院长韩国瑜、国民党主席邓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立法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到中国对台湾形成的威胁唔捌这么严重，台湾政治对峙的局面恐惊会削弱对中国的威逼力。公开大力挺赖总统的国防特别预算，嘛先到会解决军事交付延长的问题。对于是不是要出售台湾相关的新的增加的设备，在美国那边也还没有完成他们国内的程序。那在这样子一个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善尽站在人民的立场监督把关啊。国防预算它当然很重要，但是避免这个某些人滥用国防特别条例去偷渡其他的东西，也同样重要。所以我讲美方的期待，我们一定会有所回应。致函给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跟民众党，阻挡国防特别预算特别条例，表达极度的担忧跟不满。王定宇话话开议了，会当较紧来审，但是黄国昌批评正义版无透明，这是因家己民众党的版本。国民党团嘛讲会家己提版本，强调一定会回应美方的期待，但也未等到朝野化解这个局面，中国持续对待军事扩张。在过年连假进前，中国大规模机南绕台，千军两花对峙的氛围。国防部13发布，侦找到中国军机42架次，中国军舰11架，对三面个台湾业力，对中国一礼拜内小连续对台湾发动远海登行和海空联训，佮联合战备警巡。或者分析中国是想要来反制台美签署对等贸易协定，和美方观测台湾提升国防实力。彰显政治上不满，可能就是也针对赖清德总统接受外媒的访问，那指出中共才是这个和平的破坏者。欧洲嘛关心台海情势紧张的部分，欧洲议会通过欧盟战略防卫和安全友好关系，强调要深化和台湾的安全防卫合作，嘛针对中国对欧洲和印太安全的挑战表达关切。咱的外交部是诚心表达欢迎和肯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美对顶关税已经签署完成了，外界也关注这农产品敢会受到冲击呢？这农业部表示讲，亲像乌特兰地米等等呢是出口零关税，北米等27项无降关税，美国猪肉进口是争取讲到第3年开始关税减对半。若讲到这美国牛肉呢，这牛肉会开放伊的牛架肉、牛心、牛肝、牛腰子，才会北来进口。不过，这寡肉牛呢，若准是大超过30个月的这个高敏感部位，有关是依次禁令的。另外，针对到正肉精来客刀疤案的标准，是由署讲会召开专家会议来审议，会和国际标准相接来做关键。迈向国际。大家大喙啉这个珍珠牛奶茶，行政院强调，杯仔内底茶米是免除关税，最珍珠的原料树脂粉也零关税。是这摆关税谈判有为有守上好证明。台美对顶贸易协定确定，这摆亲像乌特兰，也有茶米、树脂粉往来三亚这农产品出口零关税。牛米、鸡肉、蚵仔、蒜头这27项农产品无降税，猪肉、鸭肉、牛肉维持一定关税。美国零关税进口部分有樱桃、菱虾、小麦、果子零、牛肉，这台湾生产量真少，也是无生产品项，也有牛奶、土豆、葡萄、柑仔。美国猪肉是争取第3年关税减半。台湾猪肉其实仍然是我们国内消费的第一个选择。那这样的一个自给率，美国的进口也不到消费者的1%。但准贵高，政府设置300亿农安基金，扶持农业稳固竞争力，也评估关税协定对着产业外销是新的机会。来自是需要看这个国产品的优势，明确的规范去做区隔。那我觉得生产者其实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90%以上我们都吃国产猪肉，希望能产地标示要标示清楚。
引来外界烦恼的乌蝶兰，咱方争取到使用美国零关税，加竞争对手荷兰方 Q15% 关税比较，渴望强化稳固台湾的兰花外销地位。预估至少可以增加20%的出口量，希望可以再往更好的方向下去走。关税协定牵涉开放美国牛肉零关税进口，行政院讲，即摆开放美国牛假肉，也佫有心肝油脂这部分的北来进口，其他高敏感部位，像是30个龄以上的头骨、脑、目睭、骨髓等，依然维持禁令，并且强调相关管理制度不变，食安风险严控制。包含30个月龄以上的牛骨啦、脑积水、眼睛，我们还是禁止。我们是会对齐国际标准的精神之下，依国内民众的摄食习惯，然后去做一个科学的评估。美国牛肉、美国猪肉管理会议收集国际标准为原则，10月4日召开专家会议来审议。卫福部是讲坚持4大不变的原则，就是敏感品项禁令不变，原产地标示不变，学校采买国产不变，食安管理机制不变，继续来保障民众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台美对顶关税已经正式签署了，行政院会甲这协定，也个这台美投资 MOU 送到立法院审议，也呼吁国会赶紧审议通过。不过，这国民党团是提出10项质疑，认为有三马种的牛肉、猪肉这查枪机制会受到冲击。那民众党团是爱行政院赶紧提出产业冲击报告，说明安怎来运用。台美对顶贸易协定 ART 正式签署，行政院会甲对顶贸易协定加进前的台美投资 MOU 送到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爱国会赶紧审议通过。不过国民党团提出10项质疑，包含医疗主权让步、移工招聘费转予雇主等，强调会启动专案监督机制。产业升级的压力要如何缓解？供应链外移的风险要如何管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如何维持？合作应该是双向强化，而不是单向承担成本。半导体业跟这个台湾信保的部分就已经高达了5000亿啊，协定文本的这个采购就大概800多亿美金了这个对我们国内的这个整个财政的一个影响民众党团质疑协定牵涉到6000多项产品开放，恐惊影响本土产业甲食安，要求行政院赶紧提出产业冲击的报告。国家总体承诺的采购量真济，嘛要说明财政运用方式，针对路权可能变贸易障碍的目标，呼吁强化法规制度，对协定的理性审查。美猪是跟加拿大的猪呢在做竞争。美国的牛奶呢，可能是在跟纽西兰的牛奶，而这些原本就是有在进口，因此呢，我们呼吁在野党，我们就赶快的让它进入立法院来审查。张嘉宾讲，谈判结果拼真久，呼吁国会赶紧审查协定，朝野共同严格注意。虽然朝野也是有攻防，不过协定嘛促进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输入，和台湾的劳动人权甲国际同款。其实劳动权益已经是产业打国际赛的必要配备。所以，如果我们纵观以上这次的谈判成果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一次的谈判是产业赢，劳工也赢，国家更赢。劳动部讲会修法禁止扣押劳工身份证件，3年来就是禁止对制造业、甲渔劳业的移工收招募费，也有5年来逐步精进劳工结社权等，为完善法规做起，一步一步推萨强化劳权。记者采访报道。台股实在封关，也那这新台币汇市今仔日封关，台币换美金的汇率一开始是升，最后是收伫咧31.5100块65.8分。不过呢，统计这几个全年的汇市封关行情，全年是升达3.69%。专家预测讲呢，这台币对顶关税签了后，台币可能就有升达的压力咯。新台票汇市13是封关日，拜五开盘是延续升达的走势，以31.44块开出，升2分。但我10点开始对升变落，落尾收伫31.5100块65.8分。外界关注台币对顶贸易协定正式签署，所落来台票的汇率敢有升达的压力？随着这个台湾的贸易顺差扩大，以及市场的信心回稳，的确短期内对于台币的升值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对，当然还是要看长期美元的走势，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联储会主委主席上任之后呢，是不是能够延续所谓的强势美元的政策？
统计最近几年固定年会期封关的行情，去年新台票收盘是30.368块，去年落8.36%；同年收盘伫31.358块，去年落3.16%；两年收盘伫32.682块，去年落4.05%；全年收盘伫31.518块，去年是起3.69%。另外，伫减班休困实施人数的部分，根据劳动部上新的公布，即摆实施无薪假的间数是减少105间，人数减少2052个人，实施总人数剩3623个人，是最近6个月的新加。另外，台币关税确定，本地无确定性的因素消除。主计总处13是大幅修正数字，今年的 GDP 是来到7.71%，GDP 规模是突破1兆美金，人均 GDP 是44181美金。另外 CPI 的部分预估是1.68%。出口之外，投资也增加很多了。我们在这2个部分上修，是造成我们今年经济成长率上修这么多的一个原因。主计总处表示讲，因为 AI 的需求持续拢真旺，加上出口和投资拢增加，这大幅甲今年经济成长都收起哩。不过有学者表示讲，目前敢若是年初高达，全球经济同款有地缘政治的烦恼，加上台湾经济是伤过集中伫科技业，未来拢有可能是影响经济表现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这台币关税签订了后，未来若准通过美国的 FDA 审查通过医疗器材和药品，都能当正做来台湾申请上市证据。这是药署表示讲，未来美国新药的审查会重视伫咧人证查验，抑个适应症等重点。另外，讲到这保健食品关税对本地30%降到10%，不过这计数可能是无啥降价，是因为进前关税对线卖来讲占的趴数本地就无悬。上班族因为定伫外口食含伤晚困，造成营养无平均含疲劳。有的人会惯势补充维他命含叶红素食的保健食品。即马台币对顶贸易协定签了后，美国输入的保健食品的关税会对本地30%降做10%。真侪人希望关税调降，嘛反映伫产品的介绍。民众都会想说要买比较便宜，但是效果一样的东西嘛，对啊。然后现在关税降了，表示说。应该是有机会降吧。如果是2000的话，当然就是可能便宜到1500之类的啊。对，我是这么想。不过，台湾保健营养食品工业同业工会认为讲，过去关税占零售价小不到1成，加上全球定价切掉的影响，敢无法度降价回馈给消费者，即卖也唔知。目前国内差不多210间保健食品制造商，内面差不多有9成是替国外代工的。未来关税调降，将有可能冲击到本土业者。外商总部全球布局的改变而有所调整，这都会对保健营养食品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另外，美国籍医药品有机会伫台湾加速审查。食药署表示讲，未来只要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审查医材含药品，都会当摕来做申请咱国许可证的证据，大幅简化审查的程序。未来通过美国 FDA 审查的美国制造医疗器材与药品，可以美国上市许可作为申请我国许可证时的充分证据，但适应症、人种差异、临床使用等仍需通过我国专业审查。食药署强调，健保给付的医药品符合国际应用，是病友团体长期的诉求。未来嘛建立自费医材协价单一平台，无需要22关市一个审查简化程序，加速临床的应用，而且严格把关认证的查验、适应症和临床的使用，来确保病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台币关税确定啊！这农产品的关税一公布，有人欢喜，有人忧愁。亲像兰花呢，就免关税。台湾兰花协会表示讲，这是新年的大红包。不过，台湾即马也要开放这美国牛肉加一个牛奶零关税进口。美国猪肉的进口关税也会降趴数。相关的饲牛饲猪协会是呼吁政府一定要把这产地标示认证做好势，来降低冲击。这2个品质啊，如果你这个没有卖走，你一定要跳嘛。手提大细盆的兰花知影，花农哪比哪讲，过去一档台湾兰花出口美国的关税，对32%变10%，搁跳起至20%。因为美国市场占台湾兰花外销的5成，关税提悬利润减少，甲台南的兰花拍一个真食力。外销美国订单减少2成，花农喙齿间加咧硬劲，总算单着零关税。台湾兰花协会讲，这真正是新年大红包。那这对后续在整个市场上的供应，特别是稳定。我们跟客户当中的一个供应跟配套，
而且这一次很特别的，我们到0，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它还是维持原本的10或者是15这方面的一个税率。台湾南瓜争取到零关税，南瓜拢笑眯眯，所落来就等定单豆啊转来。不过因为这摆台美协定会降低美国猪肉进口关税，而且会开放美国牛肉甲牛奶免关税，是不是会冲击到台湾的本土产业呢？台湾畜牧协会讲，真正开放纽西兰牛奶免关税，消费者按算牛奶的变数其实无影，而且进口牛奶拢是杀菌过，口感有差别。因认为，只要政府提早甲产地认证标示这类做好势，就会当降低冲击。农业部其实也有在做这个规范，就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进口的保酒乳不能用鲜乳的方式去标示，那有效的区隔跟国内的那个乳品。产地标示要标示清楚，他们知道什么猪肉，知道台湾猪肉或者是进口猪肉，这样对消费者是公平的。对我们养猪团体也是公平的。饲养协会拢表示，无论猪肉还是牛排，食食选择，台湾人拢惯是经国产的，开放进口一定会有影响。因望中央会当落实产地来源的标示，农民也爱提升品质，剩的就甲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这新北国中生校园内互人挂暗棍的命案，2审加重判刑。这姓郭的一个少年仔，互判12年，也姓林的阿妹也是互判11年。最高法院依其原判专案确定。这死者的老爸杨爸爸就批评讲，这少数法是恶法，这法官的是加害者的帮凶。少数法真的是一个恶法，法官就是加害者的帮凶。一个想到宝贝后生伫国中校园，因为共校姓郭少年为着替姓林少女出气，就摕刀啊甲台当相机无转来，专案定案，判姓郭少年12年有期徒刑，姓林的少女11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确定，对这个结果，姓杨的爸爸无法度接受。受到的感化教育有多久？1年多，因为是从他羁押开始算，到少管所这样子就已经开始算了。等于说，我1年多之后，必须要担心我的安全。你这样子判是对的吗？对于姓杨爸爸的指控，高院用文字回应。本院法官依法审理本案，本院判决了后，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确定，目前并无进一步回应。有律师指出，根据少数法第81条规定，少年若是有悔改证据，服刑满1/3，就当申请假释。有律师表示，若是宪法第77条第3项、第78条之一修正条文通过，若是纳入少年犯，未来少年若杀人，就无法度阁享有服刑期满1/3，就会当假释。针对故意杀人，好或者是儿虐致死，他在申请假释，我的门槛要不要把它提高？或者是说我实际在审查的时候，我就特别严格去审查。新北国中生挂暗棍案，因为专案定案，姓郭少年上紧，敢需要服刑4年，就当申请假释。姓林的少女是唔免甲4年，这种判决，互家属无法度接受。控告法官是伫帮助加害者。记者采访报道。过年期间，台南有2间宫庙举办跋杯比赛，四群新龙山寺有50万的转运金。那永康的凌霄宝殿武龙宫呢，有1台价值60万的轿车含发财金，要互民众来遮拜拜求好运。桌顶摆一塔一塔的现金，这庙方为了新春过年，特别传要互民众试手气。主神清水祖师的台南市坤新龙山寺，今年新假期间要办转运金跋杯比赛，总奖金50万块，活动分做初赛甲决赛2阶段。对正月初1到初6，民众只要添油香100块，就当有1摆的初赛资格。通过者会当晋级到初6暗时的决赛，到时看上上济杯，就通甲头奖30万摸回去。有杯哦。过年要不要来玩？要不要来参加？可以做很多的运用，比方说出国玩啊，或是 shopping 买东西啊，都非常非常的好运用，因为是多出来的钱。我这是无限的吼，就是讲做事讲要祝福因的吼，也有福食得。我每一个我有准备1000包的100块的红包，
来互遮开业门的遮善男信女。同款伫新假期间杀出活动的，也有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区庙埕停放一台市价60万块的白色轿车，是正月初1到13跋杯比赛活动的上大奖。这回庙方嘛，煞民众摕点钟收据，佫会使跋珍珠鱼糕，限量20副。有正佫有了，庙方讲过年期间，嘛有准备北宝当归面线甲平安红圆，要互行村的民众食平安。要互较侪信众参与，农历正初跋到13下午3点半吼，进入准决赛4点就开始 PK， 这过年大家家村沾点喜气。庙方表示，希望透过新正半杯活动，互信众伫过年期间向神明虔诚祈愿，祈求新的一冬合家平安、顺利如意，嘛互家村拜年的民众感受到神明的祝福，甲年节热闹的气氛。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海巡署打造第11只600吨的顺风艦兰屿顺风艦，今仔日早起交船啊。海委会表示讲呢，这船顶悬呢有高压水炮加警备艇，面对中国海上扰乱或者是抢救渔船，拢有正大的帮助。早起特务族人也用传统的歌舞来甲顺风艦祝福。来自兰屿的囡仔穿特务族传统的服装，为这只用兰屿来号名的顺风艦献上祝福。海巡署舰队分署13伫高雄基地举办兰屿艦的交船典礼。海委会表示，国家对2018年开始杀国艦国造计划，按算2027进程，要打造141只海巡船艦。这摆交船的兰屿艦是第11只600吨级的顺风艦，未来会派伫咧东部巡防，捍卫台湾海峡安全。请张副主委及李副秘书长监交。除了展示我国造船产业的顶尖工艺水准以外，同时也具体呈现海巡同仁专业的航海技术跟执法的决心。兰屿舰，这是我们兰屿实至名归，因为它就是一个海的民族。这摆典礼顶悬，达悟族的传统歌舞也成做大家关注的焦点。尤其事前主办单位有通知媒体一寡文化相关的禁忌，包括袂当扎柑仔、女性袂当参加跳舞等等。兰屿部落文化基金会表示，因将欢喜这只船艦会当用兰屿来号名，因为这船当是兰屿传统的招鱼柜，因此部落族人都用传统达悟族的做法来祝福兰屿顺风艦，希望海巡人员出海顺时平安。举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带到渔传统海域之外的话，它会造成我们的可能在习俗上可能会出去的时候可能渔获变减少或者是没有，所以非常重视。再来就造一句女性不能去碰船啊。海巡署表示，兰屿顺风艦全长65公尺，上紧的速度达到40节，会当执行长时间的海上任务。船顶有配备高压水炮甲警备艇，未来无论是面对中国的扰乱，还是海上的救援任务，拢会当提升咱海巡的应变能力。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郭永昌报道。屏东县政府为着要提升小琉球的医疗，增加医护人员，就加开着这个胃肠科的门诊，开3000万来改善医疗环境，让在地居民唔免坐船到本岛就会当看医生，也让当年上100万的观光客会当安心来到小琉球旅游。替时代照电工检查肺部状况，嘛有医生替居民抽血做检验。屏东的小琉球人口大约12000人，加上逐年破100万的观光人数，当地看诊的数量一年大约3万人次。为着消透愈来愈多医疗需求，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增加健保琉球乡医疗给付计划，配合大病院医生，增加医护人力，落实在地医疗。以前我是介行通路行，阮这主治医生吼，伊咧甲我鼓励咧甲我讲吼，伊要。从位行哦出来，佮再甲阮做迄图片摕来解释互阮听，这是为了什么所在，这有要紧，这无要紧，所以阮非常的感谢阮卫生所在医疗的医师护士。英国居民若要做胃镜，就要专工坐船返来本岛。即马伫卫生所就会使检查。卫生局讲，人力部分，医师和护理师增加2名。目前在地医生有家医科2名，急诊1名，胸腔内科1名，和气科1名，加上支援的医生，整体医护人力提升到大约40个人，互休困日和暗时啊拢有够。就整个琉球卫生所的室内环境空间再加以改造，再加以升级。
县府表示，除了提升医护卡手，未来会投入3000万的经费，进行卫生所地动补强和内部整修，希望卫生所会使亲像小型的病院，让小琉球的居民会使有更较完整的医疗资源。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日本的渔业厅，这个月12日亚洲一只走去中基关外海经济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也甲这中国籍的渔船长呢，甲伊抓起来，也是2012年以来头一届。日本渔业厅的渔业管制船在日中岛伫长崎关近海五岛市鲁岛顶塔西南大约1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发现外面正平一只载有11人的中国渔船，停当时11998正伫作业，遂下令叫船停落，并且准备停船来检查。不过，这只船无服从，想要逃走，尾也互日本当局该立掉并且扣押。47岁船长地念力，互日本以违反渔业主权法当场该抓起。現在、捜査中でありますが、外国漁船による違法操業の防止及び抑止のため、今後とも毅然とした対応で取締り活動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即摆封口押的中国渔船一般会掠真侪鱼啊，佮叫做好望渔船，主要是会掠即个灰灰，也佮有四盘鱼。这是日本渔业厅对去年5月扣留一只台湾渔船了后，头一摆扣押外国渔船，也是2022年以来头一摆扣押中国渔船。最近中国日本关系因为高市造谣的台湾有代志，可能造成危及日本存亡事态言论，双方关系真紧张。刑事强硬的高市顺利自民党伫众议改选摕下压倒性胜利，互两国关系面临更加侪无确定性。全中方对着扣押渔船事件也未来回应。高市新闻是会长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17度，宜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4度。新闻最后要来祝福咱观众朋友新春快乐大赚钱，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